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我挑戰淨係用1、2、3、4呢個配置嚟玩 Life， 馬上開始打排位啦。我唔到，打一。手掣 ，yes， 手掣打啲，好打啲。追擊手掣應該以哈哈。哦，哇，喂啊 ！No bro。我再捱多3下，打人啦！我明明改咗㗎，搞唔到，死啊死啊！爛就爛啦，算啦。好肉，Holy shit！哇 ！Oh my god！哇！操！操！Oh my god！掛機小火掛機。
下，太好看。唔識啦。我唔喐嘅，唔喐嘅唔怪。嘿喲，耶耶耶！第三啦。啊耶！去死人！又唔喐，又唔知手掣，又唔知咩？誒，係機械人。上次我哋係四胞胎咯。總之我就快啲出手啦，又喐，得搞掂啦。頂！做咩啊？頂！夠！十字弓算唔算追擊啊？十字弓算追擊啩？十字弓係追擊嘅一類。超難寫。Yeah。拜拜。算啦，真卡的。耶！咩意思啊？走咯，繼續。哈哈，一个瘦死的人。OK，佢打水戰就好笑。想偷襲啊！好啦。
我操你媽逼！嘿呦，那種面板就喺水度。又2秒搞掂。2秒搞掂，又今次唔中啦。喂，又嚟。嘿呦，又炸到我！哦，姨媽跳舞。嘿！我都有。一個人呢係完全都每一下都打50，但係全部嗰3次50都唔開鏡。嘿，而家有嘢啦！嘿，你幹嘛？拜拜。Oh my god. Oh my god. 就呢個商店嗱 L 今日手槍咁貴嘅，今日得到免費喎。
OK 夠打。OK，今日嘅影片先，多謝大家嘅收睇，記得訂閱、like。